主耶稣，我们做的后代，前来行义的主，掌管罪之体，前来主耶稣，我们做的后代。咱过来唱第二首的诗，圣诗485首，圣诗485首。主在暂远互相接纳。这首诗咱爱注意迄个喘气因为这首诗敢若互咱无多喘气，所以咱爱输一气气大气甲唱4节咱继续来往下较面来唱互咱请琴先弹前奏。大家较活泼来唱这首预备来。主在我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我。叫我最兄弟姊妹，给你三条模范，同叫你相伴中间，在我心心坚定，咱拢受完全接纳，是天条堂一生。所叫你打扮核心之上，生活中间。追求的人生路途，真心恩怨帮助，主多有心伴咱，无分本苦我伴，无论伫社款情形，拢得夫妻他他。叫做这那改变我感动，坚定心志。大日的现实中间，聆听是行真理，尊坛的接纳我的高情愿进步，最多领受你下面，用生命的快乐。今日也有这人喊我得到安慰。期待受尊重接纳，得到你我公义，用心爱咱共奉还，凡事坚持真实，救主诚心来定心，好把咱的合意。大家感觉阁有咧喘气？这首诗因为头一摆唱，咱可能迄个呼吸较袂较自在。咱这首诗段到伫足够早以前就选这首诗，总是这首诗伫顶礼拜学会以后来唱这首诗，我做有意义的。当我咧唱这首诗的时，我深深受到感动，就是上帝伫这时嘛要对咱讲话。顶礼拜学会了，检采有侪人足烦恼的，同意的人也烦恼，无同意的人也真烦恼。但是有一位，伊永远袂烦恼。咱敢知影伊是啥人？伊是倒一位？上帝，咱的主耶稣，伊拢无咧烦恼。咱若相信。咱也相信，咱夜正守寡，食清用，逐时主拢咧来照顾咱。咱若有相信安尼，咱也相信世间万全人类日日，咱的主拢咧照顾。咱也相信伫天顶的飞鸟。伊伫迄个所在，伊得到上帝的照顾。咱人是伊的囝儿，
咱减无受到伊的照顾。所以上帝袂烦恼，咱是安怎会烦恼？吼，咱因为上帝袂烦恼，伊会想事上好的互咱，所以咱无烦恼，咱着安怎？咱着用学乐、用感谢来谦卑顺服伫伊的面前。咱着用学乐、感谢来尊重伊的命令。这就是咱今仔日伫古早以前团队所选的这首诗。今仔日嘛要对咱讲话，就是讲主赞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教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听模范。恳求你点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阮拢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主赞阮互相接纳。咱相信，伫顶礼拜，咱看去空前的侪人来到礼拜堂，所以这主要伫咱即个礼拜堂来做极大的代志。咱今仔日大部分拢恢复正常礼拜，咱会当看去主伫咱的合一、三甲兴旺耶福音的顶面，要做新、搁大、搁好的事。所以咱着安怎？咱搁来唱一遍头一十就好。来，请琴搁弹一个前奏。预备来，主在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教阮做兄弟姊妹，坚定三条模范。恳求你点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阮拢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咱准备心来开始今仔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侪侪国要去，讲来啊，咱上上主的山，到雅各的上帝的殿，伊要用伊的刀教示咱，咱也要行伊的路，因为律法要对锡安出，上主的话要对耶路撒冷传播。那个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482首，圣诗482首，请起立。用书读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甲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用启应文3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39篇。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国拢会以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会将刀拍做犁头，即国无搁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着来，同心来祈祷。主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临到阮的身上。清算阮这卑微的罪人，互阮有机会认捌你，阮愿意搁较认真传扬你的疼，互较侪人领受你的救恩。主啊，愿阮伫礼拜中将重点放伫你身上，因为只有你是值得敬拜的主。无论阮是毋是参与礼拜的事项，愿阮拢会当带着分别为圣的态度来敬拜你。求你，互阮有智慧分辨，啥物是通行的事。啥物是爱避免的事，互阮无伫生活中得罪你。感谢主赐阮能力，也互阮领受对圣神来的恩赐。求你，互阮用谦卑的态度服侍，透过服侍，互别人得到好处，将荣耀归予主。恳求主赐予教会牧师甲长执有智慧，互教会礼拜甲逐项服侍，拢会当互搁较侪人参与，得到信仰的造就。主啊，求你赦免阮。阮常常因为无知、骄傲带来伤害，
互阮会当搁较谨慎家己的言行，凡事做甲下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求你毋通离开阮，互阮伫任何环境拢会当安静听候你的话语。你是听阮的主，搁较是赐阮性命的主。求你施恩怜悯，互阮对严重的疫情中得到警戒，看见这世代的问题，帮助阮明白你的话语，知影家己互主拣选，是为着要替世间人来祈祷。感谢你的慈爱甲怜悯，以及对阮的包容甲接纳。虽然阮也常常背逆你，你犹原愿意饶赦阮。感谢主随时的教导甲提醒，互阮无搁犯罪。求你引带阮行伫光明的道路中，也求你指示阮伫生活中行公义，互阮有清洁的心灵。你是有怜悯搁医治心灵的主。感谢你伫阮拄着灾难的时拯救阮，互阮时时仰望你，搁倚靠你所赐的能力来面对生活的挑战。主啊，伫你有丰盛的光甲智慧，求你透过圣神引带阮，互阮对你神圣的教导有真正的认捌。愿献上以上的祈祷，愿主赐福。此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古。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约拿书第3章第4节，台语汉语本圣经1022页。旧约约拿书第3章第4节，台语汉语本圣经1022页。第4节，约拿入城起身行1日的路，凡讲，过40日尼尼微要倒坏。请玉选传道讲道题目是“背逆的先知”。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有这个时间，甲大家分享圣经的道理。今日咱在讲经文的进程，咱先来讲，什么是讲道？可能大家拢有听过真侪个讲道，无共款的讲员将因家己对圣经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用讲道的方式，将上帝的真理传予每一个听见讲道的人。共款的，伫圣经内面嘛有真侪个讲道篇，就经受彼得伫五旬节的时阵，伊伫耶路撒冷迄个互3000人归主的讲道。都有保罗，伊伫哪点迄篇真正听了有够水，都互人心内真正会插心的讲道。咱翻开旧约的时阵，都有足侪个讲道篇，亲像阿摩斯，伊规篇阿摩斯迄个册，拢是伊的讲道。迄篇真正是互人听了，才会感觉讲，上帝真正在受气，真正在警告，咱着爱悔改。会感受到迄个力量，并且伫耶利米，这大家都真熟。耶利米流目屎，恳求以色列百姓，着爱悔改，着爱认罪，不然上帝的大受气就要来啊！但是咱看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可能拄仔大家会想讲，为虾米今日的经文，得一节尔？较遮短，读了无啊？因为经文较安尼，因为约拿的讲道就是遮短，一句尔。今仔日是因为咱都很翻做中文，所以都有几句话感觉。搁40日，尼米城灭亡，也是原本希伯来文的话，歹势4个字尔，40灭亡，讲了约拿就离开啊。无得讲啊！遮短的讲道，大家都有听过，我相信应该无。也是今日有一个讲员徛伫遮，对大家讲，搁40日台北灭亡，讲了伊就包款的，安尼就对门行出去啊！大家当然感觉真，我着爱悔改认罪，我真正是亏欠上帝，我做毋对啊！马上跪落去，上帝啊，原谅咱，可能。咱会马上安尼做，咱会想讲，为虾米伊要安尼讲？无道理啊，无头无尾，为虾米一句了啊？但总是咱对约拿书拢真熟，约拿安尼一句了，歹势，规个尼微城对大到细，全部的人听到了，无啉无食，开始悔改。上帝啊，咱真正做毋对啊！对上帝悔改讲，咱这过去有够歹的，咱会拄起一切邪恶的作为，甚至是迄个在做国王的人，离开伊的宝座，坐落伫火湖中，嘛无啉嘛无食，对上帝讲啊，我做毋对啊！都吩咐所有规个城的人，不只是人尔，所有的动物，一切的生命都毋通啉，毋通食，来恳求上帝。可能咱安尼悔改，上帝会原谅咱，无将迄个大灾难、迄个毁灭来降落伫尼微城。安尼对因的悔改，咱嘛看到上帝真正就无将伊本来要降落的灾祸放伫尼微城。咱有看到伫约拿书第3章的最后，对安尼，上帝看因的行作，有离开因的歹路，
上帝就体会伊所讲要降互因的灾祸，无得降落。对遮真正是互咱看到一个真水的代志，一个本来是作邪恶的城市，犯了真重的罪，互上帝看做是歹的，因为上帝所差派的先知来警告，全城的人都发现到，咱真正做毋对啊！咱真正有亏欠上帝的荣耀，咱真正爱悔改，爱认罪。对安尼，上帝互即个城成做一个本来是歹的，竟成做一个善良的、悔改的、美好的城。这是偌大的见证，甲偌大的心业。现在咱在看的时候，咱嘛会足感动。一个陷落伫罪恶中的大城，会因为上帝的话来悔改，来成做好，这是真好的代志。但是对安尼，咱爱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城，这个故事遮尔好，为什么约拿书无停伫第3章就结束啊？都有第4章，为什么？照你讲，故事到遮就应该煞。本来邪恶的人已经悔改啊、认罪啊、成做善良啊，安尼故事完整啊。为什么咱的约拿书是4章，毋是3章？对这个代志，可能咱平常时伫教会对约拿书有别款的故事，有一个咱较熟、较平常时较会讲的对约拿书的故事。伫昨拄好有一个国语课辅班的弟弟，伊就将伊所认捌的约拿书对头到尾完全的对我都讲一摆。毋过真正讲实在，伊对圣经遮尔认捌，真正互我真欢喜。因为伊都毋是基督徒，就昨我甲伊咧读圣经的时阵，我本来想要讲来，伊慢慢透，我慢慢解说。他说约拿书我知，伊就对头到尾规个讲，就噼里啪啦讲好了啊。我说哦，你对圣经遮熟哦？伊竟然对我讲，我平常时伫厝内拢有在读圣经。哦，迄时阵我真有够感动的。我袂带你探，你拢已经读了，哦，够感动。这是别个话，那我倒转来。迄时阵就是昨，因就对我讲约拿书的故事，是安怎讲的？就是一开始，上帝差派一个先知约拿，但是上帝要差遣伊的时阵，约拿惊啊！哦，尼尼微城的人真歹，可能会头我拍、头我刣，我毋敢，我就哈紧逃走。逃走了，上帝叫一只大的鱼甲伊食落，然后所以约拿就悔改去。就悔改去尼尼微城，来执行上帝的旨意，来传导爱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尼尼微城的人嘛悔改啊。故事就结束伫遮，真顺，真好。这可能是咱伫主日学常常听到的故事，但是啊，这个故事有2个足大的问题。第一个是，约拿真正有悔改吗？第二个问题是，伊真正有惊吗？一开始，咱想讲伊坐船的时阵，咱平常时的解说是讲，因为伊惊去，伊的性命会无去，会互人刣，会死。但是是第1章的时阵，当上帝大受气，海涌伫遐喊的时阵，迄时阵约拿是对迄个船顶的人是安怎讲的？但我等你海中，安尼上帝大受气就会煞。一个惊死的人，应该袂遮紧就讲，安尼你就带我等你海内面，安尼应该毋是一个足惊死的人会当讲出来的话。并且，约拿互大鱼吞落去的时阵，咱平常时讲，伊伫内面悔改。是吗？约拿书第2章，也是你真正去看的时阵，约拿伫大鱼的腹肚内面，伊在创啥？伊在赞美啊，赞美上帝的荣耀啊，赞美上帝的拯救，并且伫约拿书
第2章第8节到第9节是安尼记的：去查因所主爱的主，总是我要用感谢的声献祭予你，说我所下的愿，拯救出自耶和华。约拿伫鸡仔的腹肚内面，咧感谢上帝。主啊，感谢你拯救我，因为我无经受写的无信你的人较歹，我是信靠你的人，所以你有拯救我。这真正是悔改吗？不要紧，咱继续看，并且后面第3章拄仔有讲的4个字的讲道，讲了带出去。第3章约拿有出现的部分，就是迄4个字尔。其他悔改的拢是尼尼微城即个大城的人在悔改，并且伊真正有惊吓吗？头前有讲伊互尊顶的人等入海中，这是伊要求的，这应该毋是惊吓的代志。但是咱再看伫后面第4章，伊倒一解讲上帝啊，我要死啊啦，我毋管啊，伊一直找死哦。一个想要死的人，伊真正会惊死吗？有时阵是会安尼啦，但是伫约拿书内面，应该毋是安尼。安尼，约拿伊到底要啥物？可能伊真正有惊吓，但是伊的惊吓应该毋是死亡，伊是惊即个大的城，即个尼尼微城会当得到拯救。一个城会当得到拯救，是伊所惊的代志。为虾米啊？咱爱先看约拿书第4章。第4章一个开始，其实这个开始足奇怪，因为上帝甲约拿两个人去争辩的时阵，是对约拿一个足奇怪的话来开始。伊一开始伊是安怎讲的？耶和华啊，但求你！我伫本国的时，竟毋是安尼讲，所以我赶紧走去他施，因为我知你是有恩典的上帝，充满怜悯，无快受气，有丰盛的主爱，佮体会所讲要降落的灾。耶和华啊，当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死比我较好。是这是祈祷的话，通常是咱袂听到安尼的祈祷，应该咱嘛袂用安尼的方式对上帝祈祷。一个先知用上虔诚的话语，煞是拿来责备上帝。约拿的讲道，咱讲较白，伊就是讲上帝啊，因为你是安尼的主爱，安尼的充满怜悯，安尼的宽容人的毋对，因为你是遮好的上帝。所以我无认同你，我对你发大生气，即使我死会煞，因为你做了伤歹。这是约拿的讲道。通常咱袂安尼对上帝讲话啊，这真正足奇怪。但是约拿伊做，为虾米啊？一个人会因为上帝的怜悯来受气吗？会因为上帝原谅人，讲我无法度接受，上帝你还会当安尼做？我做受气，为虾米啊？佮回到咱平常时伫主日学所讲的故事，咱普通时阵对第4章的解说是，亲像一个在吵闹的婴仔，对爸母起性地，可能咧吵讲啊，你还无买糖仔互我食，对安尼来解说约拿的作为。但是伫第4章，约拿对上帝的受气，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啊！我会当吞口罩吼，歹势。拄我生气啊！好，歹势，继续。伫第4章的时阵，约拿是完全认为讲上帝真正做毋对，伊做了真正错误，伊感觉讲上帝伊做毋对啊。因为上帝伫错误的所在显现伊的主爱，并且上帝无实现伊所应该做的公义，伊感觉上帝旨意是错误的，是无应该的，是毋对的。
所以约拿看上帝做毋对，所以伊坐伫城的外面，伊就是要看上帝讲，上帝啊，你做毋对啊！你啥物时阵要改变你的座位？你啥物时阵要修正你做错的所在？因为上帝伫即时，伊要实现伊的公义，所以约拿伫城外伫等。你啥物时阵你的公义甲要临到？为什么约拿的想法会遮尔奇怪？可能咱会明白讲，约拿伊拄到的是一个安怎的状况？咱等下去清楚讲，为什么伊遮反对上帝一切的旨意？为什么约拿会安尼想？因为今日尼米舍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是互以色列百姓足大痛苦的帝国。这个帝国嘛是伫以后会将北边的以色列，就是约拿的国家，完全的毁灭的国家。并且咱也是对旧约有熟的话，咱对尼米舍应该会真熟，因为尼米、亚述这两个词，真侪解出现伫列王记、历代记，做北边以色列国甲南边犹大做恐怖的对敌，并且互这两个国家真侪的苦难。一个真做以色列国讲国家的人民，有那完全有理由来讨厌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对头到尾每一天拢在派伊大个军队来攻击以色列，互这些百姓的性命、因的经济拢受到威胁，并且这个国家嘛，真正是一个足邪恶、无公义的国家。这国家上爱的代志就是战争，并且伊战争毋是拍的就煞，伊拍了，全部的百姓拖去城外，就开始斩头，足残忍的。真正有理由来讨厌，甚至是咱也是对列王记有印象的话，伫第19章，亚述的军队攻击耶路撒冷，迄时阵因的王都讲：恁的上帝伫倒落？恁的上帝真正会保守恁吗？袂啦，你行紧的，你无救啊！因为因是遮尔的空想，这词无，因是遮尔的歹，所以上帝甚至伫迄所在，就差遣伊的使者来将亚述的军队全部拢杀死。这是一个伫上帝看做无公义的国家，并且咱掀开那封书的时阵，上帝伫遮宣告这个国家最后的命运。你的伤袂得到医治，你受破真重。既然听见你消息的，要因为你拍手，因为你所行的歹，啥物人无拄着？一个真歹的国家，一个邪恶的国家。所以对约拿来讲，上帝应该爱审判尼米舍，应该爱将伊完全的毁灭除去，安尼才是显现上帝的公义。一个做歹的国家，一个邪恶的国家，为什么无拄着审判？无互上帝大受气所毁灭，甚至上帝所原谅因，这会当接受吗？所以约拿感觉上帝做毋对，歹人应该爱拄着审判，安尼好人才会当保全因的性命。也是上帝随便放过歹人的座位，那好人免怎？所以对约拿来讲，伊有一个问题啊。上帝啊，你毋是应允你是公义的上帝，是照顾善良的上帝，要除去一切邪恶的上帝。对歹的你无宽容的，啊，现在你宽容啊，我做一个你的先知，我免怎？你做毋对啊！所以我伫城外伫等你。你要改啊？为什么？为什么上帝的想法甲约拿的想法有遮尔无共款？这是咱今日读约拿书上大的问题。
一个人甲一个上帝，因所意爱的，完全是无共款的方式，无共款的方向。这可能是咱对善良甲邪恶的观念，有时阵咱无较清楚上帝是安怎想的。咱平常时拄着邪恶的时阵，咱会想讲这是歹的，咱会将伊挂出去，安尼留落来就是善良。咱会将歹的物件对咱的生活中来除去，就亲像讲，阮有一个器官破病啊，无法度医治啊，咱会想讲把伊挂掉，安尼剩的身躯就会当健康活落去。安尼，咱也是对咱的社会嘛是用同款的方式来想的话，咱可能会想讲，咱的社会有真侪个歹人，咱将遮个歹人除去，剩的就是好人。这可能是咱人有时阵的想法，但是上帝的想法毋是安尼。上帝讨厌罪、厌恶罪、无宽容罪，但上帝所厌恶的是罪，毋是人。上帝厌恶的是罪，毋是人。所以上帝所想的是安怎？从拄仔迄个器官的比喻来讲，上帝所想的是，即个器官虽然人重病，但是我要将伊医好，将伊恢复，将伊健康，安尼互全部的肢体拢会当得健康臃肿起来。这是上帝的想法。所以上帝对罪的态度是：我要除去罪，但是我要保留迄个人。我要将人身躯顶面的罪恶除去，互伊邪恶的念头离开。后来，伊会恢复我对起先所创造迄个美好的、完整的、善良的身体。安尼，上帝就感觉一切拢完整啊，拢恢复啊。这是伊所意爱的。咱爱知影，咱的上帝，伊是意爱医治的，意待生命的，意待恢复的。伊意待毋是毁灭，毋是灭亡。伊卖的是拯救生命，所以咱对遮来看，约拿甲上帝两个无共款的看待。所以上帝最后是对约拿安尼讲的：我竟无疼惜尼尼微蛇即个大蛇吗？其中因袂买分别正手甲倒手的人，都有12万，阁有济济的精星。遮尔济的人，我袂当怜悯吗？遐个婴仔，遐个细汉婴仔，因都无做毋对啊，因还袂犯了啥物邪恶的代志啊？安尼你真正茫讲，我将遮婴仔全部拢除去，这毋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意爱生命，伊意爱讲人会当悔改认罪，重新来完整，来善来行，毋是伫社会中毁灭除去。但是约拿有接受上帝的旨意吗？上帝伫约拿书中，伊所面对的，不只是尼尼微蛇即个蛇的邪恶，伊所面对的另外一个。是伊家己竞选的先知，即个先知内心的邪恶。咱会讲，约拿有做毋对吗？其实咱来看，咱头前有讲过，约拿有真侪理由来反对上帝，嘛有真侪理由，实际上讲正确嘛会当，真正亚述即个帝国对因真正无好，伊真正会当受气。但是约拿在想象伊的正义的时阵，伊所期待的是安怎？伊所期待的是尼尼微蛇全部几万人、几10万人全部的死亡。伊感觉安尼是伊的正义，安尼当对。可能举一个较无好的例，有时阵咱会感觉某一个足大的国家，互咱足讨厌的，真正是迄个国家规工打咱糟蹋。咱就讲真正真歹，但是咱会上帝祈祷讲，上帝也求你用大火，也是大地动，
将顶面所有的人，7万人全部拢互因死去。咱应该袂安尼讲道，袂安尼祈祷，足奇怪，无应该。咱应该祈祷的是，上帝啊，求你来引带因，改换伊的心，互因悔改认罪，来归向你的真光。咱平常时的祈祷应该是安尼，但是约拿期待的是，这个城无一个人会当留落来，因为因是邪恶的，所以因应该爱灭亡。所以啊，对安尼，上帝最后问约拿讲：我袂当灵敏吗？我当会当灵敏这个邪恶的城，接受因的悔改，但是故事的最后是上帝在讲话。咱无看到约拿有回应上帝，我毋知约拿最后是接受，还是犹原反对。这可能以后咱搭去问伊，真毋知。但是约拿伊无回应上帝，即个问题，就是咱爱回应啊。咱在看约拿书的时阵，上帝不只是在问约拿尔，伊嘛是问每一个看见约拿书的人，讲：你愿意无？你愿意接受我的旨意无？你愿意接受我去原谅你无原谅的人无？你愿意接受我去原谅迄个你感觉无应该得到救的人？迄个邪恶的人，我真要原谅。你当愿意接受我的作为，这是咱今日爱回应的。因为约拿书有一个足重要的信息，去提醒咱：有时阵主动上帝旨意的，毋是外邦人毋听上帝的话，毋悔改，是上帝大士的百姓，无愿意出去传拯救甲悔改的信息。阮有时阵可能会无愿意别人得到救，原因可能真济，但是咱会想一项代志：耶稣来这个世间，当一项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耶稣来，咱就无得到灭亡。但是这个信息、这个生命，应该是耶稣来是为万民万族所有的人都会当得到救，不只是咱教会尔，应该是所有的人。所以，咱真正会当来跟对上帝的旨意吗？无去分别讲，有的人咱感觉伊无资格得到救，但咱遮好的人当得到救，这当是上帝的旨意吗？这就是今日约拿书对咱提出上大的问题。咱三更暗头的祈祷，至圣的主，恳求你帮助阮、引带阮，拄起一切阻挡阮亲近你的塔爱，无论是阮的自尊、自私，拢求你重新清去阮的心，真心领受你搁真搁我的道路。祈祷拢是奉你圣的名求，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做伙来读2遍。我要拄起伊喙内甘血的肉，甲伊喙齿中可恶的面。伊所忖的人要归咱的上帝，伊要伫犹大亲像族长，以吉伦要亲像亚布斯的人。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7节。我要拄起伊喙内甘血的肉，甲伊喙齿中可恶的面。伊所忖的人要归咱的上帝，伊要伫犹大亲像族长，以吉伦要亲像亚布斯的人。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7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信诗485首，信诗485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廖桂干执事、廖穗芬执事、王宗惠长老、廖敏树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测看周报362页。第3点，宣教组定今仔日下午12:30分要举行宣教分享祈祷会，邀请非国天路家庭宣教中心黄锦宏甲郭淑慧宣教师分享，请宣教组同工甲关心宣教的兄弟参加。第6点，教育组定11月14日下午12:30分到4点，要举行中级同工造就会，邀请苏美珍老师专讲，请中级各团契新旧林会长、小组长、萨摩尼牧区各级新旧林老师，以及愿意接受装备的兄弟参加。会后要举行小会。第8点，小会定11月21日。感恩节连后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或者是想要认捌信仰的，请向陈美玲牧师报名，通好安排洗礼课程。第9点，要参与明年度献花、登记家庭礼拜、活泼的生命、灵修月刊的兄弟，请到1楼公报栏登记，登记到12月初5截止。第10点，礼拜组征求2022年第1场礼拜招待音控，第2场礼拜书献音控，甲2场礼拜特别同工。有意思的，请伫1楼公报栏登记。第
延期到12月初5截止。同样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往中级订正。就间自费甲后洲信港施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叫蔡生阳，蔡生阳先生，欢迎。好，咱即马即礼拜开始，咱教会所有聚会拢恢复正常，所以请兄弟姊妹会当特别伫直播头前的遮兄弟姊妹请咱会当转来教会来做伙来做礼拜，也是参加逐样的团契，也是小组的聚会。好，今仔日咱伫周报有刊一篇小会，互咱所有兄弟姊妹的发文，互你若会当。你摕到周报，你会当会当看；若无摕周报的人，咱嘛会当透过网络的即个周报来看。我相信伫顶礼拜咱即个建堂的即个议案通过，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内心有真侪的烦恼担忧。总是我想，咱着交互上帝，总是上重要的。咱毋是建堂，上重要就是咱起做咱家己。毋茫讲，咱会当伫合一的内面，咱做伙来超做上帝的心意。所以，咱若对伫即项事，若是无了解，嘛会当继续来问咱的小会员。我想咱有真侪的空间，真侪会当沟通的安尼的空间。所以，毋茫讲，咱毋通带着生气，也是带着感觉讲我无受到尊重安尼的心态来离开教会，也是做其他的安尼的决定。咱有真侪协调沟通的空间，嘛毋茫讲，咱继续将安尼的事放伫咱的祈祷的内面。好，即时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咱伫世界下遮的各国下遮的状况咱看见即个世界出现真侪咱特别无法度担的安尼苦难咱恳求主的怜悯，嘛为着台湾来祈祷，为着宣教师来祈祷，特别为着伫缅甸、伫阿富汗下遮的基督徒祈祷，因受到极大的困毒，咱恳求主的怜悯。咱嘛为着大院的刘胜渊兄，这是严丽老师的爸爸，为着吴义清牧师伫美国的伊的福建，为着俊生兄来祈祷，嘛为着身躯欠安的遮个，有的是咱的朋友，有的是咱的亲人亲像丽珍姐、美珍姐，伊是咱的兄弟姊妹的朋友，那为着英主姐，伊的手有跋倒，所以有迄个手术，即个。骨头的所在咱拢讲求主会当医治伊，嘛为着幼青节、中正长老、立尊兄、富美姐、素贤姐、秋菊姐、屈玉姐、应轩、美莲姐、郭忠贵兄、庆和兄、秀恩姐、志金姐、铁雄兄、张老师、米霞姐、米兰姐、明珠姐、邓妈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阿淑姐、怡丽、素梅姐、方梅姐、谢đình兄、明理姐、富美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雪老师、嘉豪姐，咱为着遮兄弟姊妹提名祈祷。有可能有诶你毋捌伊，你嘛毋捌看过伊，总是咱将伊诶名提到主诶面前，相信主要纪念，互咱做伙开喙，为着咱诶世界、台湾宣教师，为着咱诶教会，为着咱诶遮诶集体有需要集体来祈祷。总是伫主诶内面，阮要得到对平安。做讲求你引带阮大领阮，互阮对你有信心，互阮知你被春秋来引带。阮嘛要为着阮诶世界来祈祷。阮看见真侪国家遭遇极大诶灾难，毋若是即个疫情，主要极大诶天灾。主阮恳求你诶怜悯，阮也为着阮诶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阮伫大领内面，互阮兄弟姊妹当传扬福音。阮来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祈祷，如果求你引带阮、医治阮，互阮会当体会到你医治的大权能、大快乐。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享受阮有合一，对你来平安伫阮的内面。就恳求你引带阮的教会。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伫你的面前来祈祷，因阮看见即个世界经历极大的变迁，真侪代志。譬如气候的变迁、人类的自私引起的战争，也是真侪种种的问题、疫情，阮拢无法度控制。主恳求你，互阮看见家己的渺小，
帮助阮会当超找你，也互阮伫艰难的中间，搁较知影安怎彼此帮衬。主恳求你使用阮所有兄弟姊妹，阮无法度去到真远的所在做宣教师，总是你互阮会当有祈祷，用祈祷会当来牵调遮宣教师，无论因伫达国，因伫什物环境，主阮相信透过阮的祈祷，阮将因甲上帝来牵做伙。主恳求你保守看顾遮宣教师，也恳求你使用阮的国家。阮只有无到5%的基督徒，阮伫身躯边也有真侪的亲人朋友，因毋捌恁。主恳求主就来帮衬，互主会当来差遣阮，会当来诚做宣扬耶稣基督的使者，帮助阮会当将你的福音来传扬出去。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虽然阮伫顶礼拜做出安尼决定，总是阮相信，阮每一个人心拢挂意安尼的代志。恳求你就帮助阮伫合一中间，会当来追求你的旨意。主恳求你帮衬，互阮毋若是起做阮的目睭看会见的教会，也互阮起做阮本身的灵命，帮助阮会当诚做是主你合一的安尼肢体，结连伫你的肢体。阮也要为着教会中间有侪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久长的病痛，直到因的身心软弱。主，阮恳求你加添互因气力，帮助因，互因会当体会到上帝你医治的大权能。主，阮也要为着有真侪的朋友，因为因病痛，甲来超找你的。主，阮也恳求你的医治，互因亲目会当经历你是医治的上帝。主，互因的性命嘛会当得到换新。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阮也特别为着阮的长辈来祈祷。伫明仔载开始，阮要经历一礼拜真寒冷的天气，恳求你保守阮所有的长辈，互阮有健康的身躯，帮助阮会当得到对主你来的祝福。阮也将阮无论伫学校、职场、工作中间，也是家庭中间服侍的遮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你引带，互阮无论伫逐样什物款的环境，互阮拢会当为主做好的见证，服侍你。亲像服侍人，服侍人也亲像服侍你。恳求你使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619首，圣诗619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